屋企家私冇氛圍感，不如睇下我哋維爾納嘅屋主係點樣設計㗎啦。屋苑700尺，位於沙田富豪花園。哇！一入嚟就見到全屋好有氛圍感啊！成屋燈帶、木格柵同奶茶式嘅家私，一睇就知現代輕奢風格啦。咁樣我就先睇下個餐邊櫃啦，底部抬高放鞋，中間留空放啲家用小電器，上邊展示櫃擺裝飾品。呢個木格柵後邊嘅窗呢，格柵設計，必要時候可以開窗維修，平時都可以通風㗎。側邊用咗圓弧工藝，防止小朋友撞親，儲物空間都冇浪費㗎。隔離嘅鏡面設計可以提升空間嘅通透感同埋縱深感啦。講人話就係俾人覺得屋企更大。呢個入戶櫃呢，儲物空間都超大㗎。做咗換鞋凳設計，底部都一樣抬高，可以放鞋嘅。延伸過嚟就係電視櫃啦，呢個係一個回字型電視櫃，電視櫃後邊係留空嘅，咁樣睇起身嘅視覺效果較好啦。咁廚房同埋休息區喺邊？打開呢個隱形門就睇到啦。過道係一個超大嘅展示櫃，擺啲裝飾品真係好好睇㗎。佢做一個作用就係間出兒童房啦。後邊嘅兒童房係上下床設計，地台同梯櫃可以儲物，書台可以溫書啦。洞板設計可以自由搭配啲層板，放啲小物品都 OK 㗎。上床牆邊都係做咗儲物格，放啲書都冇問題。窗邊有個超大嘅書台，兩個細路一齊睇書、學習、做手工、玩遊戲都夠空間。鏡頭到呢邊睇到一個係超大嘅間牆衣櫃，兩個細路從細到大嘅衫褲都可以放得落。衣櫃後邊就係客房，客房除咗間牆衣櫃之外，仲有地台床、吊櫃、飄窗櫃，儲物空間十分之大。同時都有書台可以辦公啦，平時可以當書房用。行到入邊就係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我哋用咗分級地台設計，床下邊係一個電動油壓床，床頭有個儲物櫃，中間留空可以擺手機等小物品。呢邊係一個轉角梳妝台，隔離兩個超大嘅到頂衣櫃，相當於擁有一個衣帽間，梳妝打扮真係好方便。咁入邊同埋出邊嘅浴室我哋就唔介紹啦，出嚟直接到廚房。廚房係一個 U 型櫃台設計啦，動線流暢，用盡空間，儲物空間大嘅同時煮飯都輕鬆。呢個案例有冇俾到靈感你？如果你都想揾我哋維爾納做家私，可以喺後台私信我哋。